其實喺英國有7種常見嘅小病可以直接去藥房處理，唔需要等 GP， 呢個就係 Pharmacy First 啦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，同大家講英國醫療同用藥真相。正常嘅情況下，社區藥劑師係唔可以隨便開抗生素等嘅處方嘅，我哋只可以建議 over the counter 嘅藥物。但係 Pharmacy First 呢個服務喺 NHS 嘅特別授權下，喺指定嘅情況，藥劑師可以按照 protocol 提供處方級嘅治療。其中包括有中耳炎 Otitis Media、膿疱瘡 Impetigo、受感染蚊叮蟲咬 Infected Insect Bite、帶狀疱疹 Shingle、鼻竇炎 Sinusitis、喉嚨痛 Sore Throat 同尿道感染 Urinary Tract Infection。呢啲情況可以直接去揾社區藥劑師評估，符合條件嘅話，甚至可以獲得需要嘅治療，唔需要再排 GP 啦。但記得唔係所有情況都適合嘅，情況嚴重一定要去睇醫生啦。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有咩醫療或者用藥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，徐藥師，我會盡力解答大家嘅。